男生不可以哭跟女生就应该温柔，哪一个比较糟糕？我觉得前面只会让我想要糟糕的部分，什么意思？然后女生就要比较温柔，会翻白眼。等，前面那个是就是比如说 BL 短片创作的一个梗，然后标题可能就是灵感来源可能就是男生不可以哭，就有直男就说男生不可以哭，然后公听到了，然后就把它到哭，很棒很香。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当标题还会让我蛮想翻开来看的。有哦，真的有这本哦。没有，不是有这本，是有类似的概念，感觉会有感觉。就是有一本小说叫《你们男生打游戏好厉害哦》，那小说的里面剧情算是有个那个受，好像是在直播还是干嘛的时候，然后就假装自己是女生，然后就故意在聊天室打说你们男生打游戏好厉害哦，然后结果对方是电竞大神，然后就直接掉码，然后所以是电竞大神跟小直播组的 CP， 一修罗写的，很香，很好吃。好哦，哭包公也很香啊，哭包公也很香。哭包公是怎样啊？是在什么时机开始哭？他说对不起，我让你不舒服了。哦，好，那我可以理解。这样的力道可以吗？谢谢。按摩的部分，谢谢按摩的部分，按摩的部分，对，没错。开心的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太好了。我还是先认真回答一下好了。好，你来回。男生不可以哭，跟女生就应该温柔。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难选我觉得两个都蛮糟糕的。第一个是剥夺你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至少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我自己好像还好，但是我感觉我一些男性朋友好像因为这样子就被剥夺了，他不只是剥夺他可以用哭来宣泄情绪的方式，他同时也是我觉得好像会让一些男生就是没办法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就是对自己的情绪是没有办法有很细微的觉察或是认识的。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些男生蛮不会理解或同理别人的情绪，因为他就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蛮负面的，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想到也有类似的经验？因为我真的想到一点是，我小学的时候跟男生打架，他就哭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很少观察，我以前很少观察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印象都是，我唯一比较惊讶的就是，因为我小学是在天龙国念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女生可能就是会就是普通的相处之间可能会啪的一下打男生的手臂，然后基本上男生都不会回手的。然后一直到我中部去念那种住宿学校的森林中学的时候，发现男生是会回手的那一瞬间，我很震惊，对，我的认知被改变了，然后才改掉这个习惯。女生就该温柔，我觉得也是很多时候喜欢讲这种话的人，其实都是想要强迫你做某些你不一定想做的事，比如说就是叫女生要体谅其他人的情绪，或是要先让别人。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好，我可以发表一下我对男生哭了的感想。请说。就是假如说我把人家惹哭了，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赢了。我吵赢了。但我不觉得他哭怎么样，对，我吵赢了，除非对方故意哭了，然后不好好讲话，就比如说哭完之后，然后还可以好好沟通，就算是隔着写信纸啊，或者是隔着手机，然后把事情摊开来打一长串讲都好。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能哭了就说就是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就要开情勒这样子，那种哭就不可以。对，没错，先哭先赢是不可以的。好吧，那我的答案就是我选不出来，我觉得两个一样糟。我觉得这种问题就比较像是那种什么，女生不可以玩机器人之类的。真的，以前的人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但是现在比较进步了，想一想就会觉得对啊，现在家长会比较好一点。